团呢，这一次呢要为大家带来的几首歌曲呢，第一首 Mickey Mouse March， 第二首 First Scale March， 第三首 Fiddling Favorite， 第四首 Frog in the Tree。第一首 Mickey Mouse March 呢是由吉米多德创作，轻快活泼的旋律搭配鲜明而有力的进行曲节奏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迪士尼歌曲之一。第二首呢，音阶大游行，透过音阶看似枯燥的素材，谱出一首富有趣味的合作曲，中段使用节奏技巧，增添旋律的另一种风味。第三首，这首Fiddling Favorite 这首歌呢是改编自美国的传统民谣歌曲，轻快，节奏鲜明。最后一首歌 Frog in a Tree， 这是一首丰富而雀跃的合作曲，轻快旋律以及大量的8分音符的这个节奏是一大特色，响亮的空弦。双音让孩子们在节奏演奏时时而有趣，时而震撼的响声。好，就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 B 班的演出，朱老师，谢谢。